闽南讲港一日新北的便当，就有真侪游客来到这行搭，这是包装地的中央山区。为着要让民众来到便当，通愈了解在地的文史，有少年家就办在地的民俗导览，带民众用行搭来了解在地的信仰和产业。过去汉人唐山过台湾要过这个黑水沟，需要由兄弟公来帮我们指引方向，才不会迷路。新北便当在地的少年家张振宏带游客来到信仰中心保平宫，这是便当上老的庙，高达已经有164年的历史。庙的主神是先天上帝，也就是上帝公。传说中，伊是北极星的化身，指引全家平安渡过乌水沟。张振宏本身嘛是便当在地杂志漳水的编辑，希望透过导览，互来到这佚佗的民众，通对便当有愈深的了解。大甲马啦，白沙屯真会愈办愈大。啊，毋过阮这种庄仔头这种小的，较无人来参加这庙会愈来愈少。我是感觉足可惜，因为这活动其实有的文化意义伫个。想讲虽然即届毋是咧庙会，啊，毋过咱会使以走读的方式，嘛会使互少年人还是讲有兴趣的人会使了解。当年上帝讲圣诞元宵，也是普渡保平宫东的重头节，另外每5年都会迎妈祖，邀请干道宫二马来到这。张振宏解释讲，这是讲数年间便当石顶一个深坑的地方有严重的虫害，所以请妈祖来运装甲便虫害赶走。这个民俗活动嘛维持到达，现场有带囡仔来参加活动的民众表示，有机会出来行搭，也通了解地方文史，这是真有意义的代志。想要接触的人也越来越少啦，因为资讯的时代，没有人想要去深究历史，大家就是喜欢新的东西，因为他很喜欢听故事啊，所以我就刚好有这个机会就带他来。张振宏表示，这几年在济在地青年团队的打拼，有愈来愈多民众来到便当行搭。今年趁520进前，除了会继续办这款文史的导览活动，嘛会结合地米甲民众做香香，让民众来到便当地乡有无同款的体验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佑新北报道。